哦，他们谢谢谢谢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哦，谢谢我们的合唱团历经30年，也是30岁了，每个礼拜1次的练习，从来没有缺席过。尤其是我们的指挥张景新老师，30年来风雨无阻。我们是不是也给他30年热烈掌声？也谢谢我们的伴奏是这位老师。没关系，感谢。希望他们能够为总会再唱无限的30年，年年同欢，年年同庆。有些从学生时代唱到现在，已经迈入壮年，非常的不简单。再一次给他们热烈掌声。节目最后，因为到我们今天才能够汇集在这里。因为到我们能够发挥生命最高的价值，因为到我们可以疗愈回响，因为到我们可以共伴三朝，话说佛，世界为莲花帮，给我们这么好的姻缘，也给自己热烈的掌声。节目的最后，谢谢谢谢。最后我们要恭请演出人员呢依序上台。我们要来最后大合照，我们要恭请所有的贵宾上台，我们是不是热烈掌声？我们欢迎，谢谢所有的贵宾。